这回哈马斯这大规模的攻击，有专家认为讲，因上无已经布局2年，这以色列竟然是无发现。有国际媒体就认为讲，哈马斯假影态度落软，互以色列放下戒心，是这上重要的关键。加上伊朗去互怀疑讲有暗中帮助哈马斯，若无这哈马斯应该是无在调发动这大的攻击。哈马斯武装战士接受陪线训练，正携手降落，互相暗号前进。另外一位训练基地战士射击正准，快速走入去无语的以色列徛起的建筑，跳入以色列的国旗弹落涂骹。哈马斯武装分击团体进前也公布训练影片，显示这个上千人的特奥突击部队战力真强，这次对以色列的陆海空攻击是有规划而且一定要赢的行动。消息人士指出，哈马斯用奇特的战术，过去2年继续真野线冲突，接受以色列对加沙罗港的经济诱因，暗中伫推测军事计划，有当时甚至公开演习训练。以色列情报机构无及时发现，一旦讲是历史性的失败，原因甲死对头伊朗有哪有关系？ Les renseignements israéliens sur l'Iran font des miracles. C'est-à-dire que là, pour le coup, on ne ricane pas des opérations israéliennes en Iran. Oui, mais du coup, il y a vraisemblablement eu... 因为伊朗长期支持巴勒斯坦甲哈马斯，包括以色列官员甲《华尔街日报》这的媒体，拢讲伊朗甲真主党的势力伫背后支持协助这届攻击行动。一旦证实，会使你区域的情势又搁紧张。美国表示，目前也无看到证据，伊朗嘛已经否认。但是哈马斯选择这个时机攻击，一方面是趁当地乱，因为以色列内部拄啊好是司法改革分裂不安，另外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One of the reasons it carried out its attack now is because of the prospect of normaliz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Saudi Arabia is the custodian of the 2 holiest sites in Islam. And I think Hamas fears that if there were to be normalization with Saudi Arabia, other Muslim nations, other Arab nations would follow suit. 哈马斯的手段为较早小规模自杀炸弹变作跨境亲门大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冲突的性质规个彻底变化，国劫持外国人质，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标准案例。以色列也未搁以较早的态度甲手段应付，一定会彻底殲除加沙的哈马斯。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